查的怎么样了？客栈内外都看过了，没有什么异常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也不知道小环怎么样了。你说接下来咱们怎么办？不像是有玄火箭的迹象，小环也没有留下什么记号。看来我们得先去周边找一找了，希望能有点线索。这茫茫大漠上哪儿去找啊？这里突然有一个这么富饶的村庄，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？奇怪是有点奇怪，应该不会有事。李寻也正在追查玄火箭的下落，要是玄火箭被使用的话，应该察觉得到。行吧，这几天我们就在这附近查一查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。只要是人，他就一定会吃饭喝水。我想抓走小环的那个女贼，也一定来过小池镇。总之啊，你怎么说，咱们就怎么做了。哎，小环离开于都之前，给你算过一卦。怎么说？说你这乌云盖顶，必有大麻烦。从下山那一日开始，我就已经是乌云密布了。你还记得咱们下山做的你那个什么机关什么来着？你别提我那鲁班渊的事啊！陆班渊。哎，不过小环说了，像你这样的人呢，凡事啊必能逢凶化吉。他说呀，你是个好人，有好报。以前每次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到了最后，都是因为你的勇气和决心，所以咱们才能渡过去的。我相信啊，这一次应该也是一样。我们啊，一定能找到小环的。晚上风大，师姐的伤还没有好，小心着凉了。你和叔叔商量好了吗？怎么去找小环？我们以小池镇为据点，明天天一亮，叔叔和李群去四周搜寻，我和石头就在村里查访，师姐就在客栈休息。我只是受伤未愈，没有你们想的那般柔弱。我跟你们一起去。师姐误会我的意思了。师姐是我们当中最冷静、最谨慎，也是功法最高的一个。有师姐坐镇，万一有什么事情，就可以随时接应。是我误会你了。我之前觉得你不务正业，全无青云弟子的上进心与责任感。但是经过于都、沙海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你比我、比叔叔、比金羽更有担当。师姐还记得在通天峰的时候，你斥责我的话吗？张师弟，你不用准备七脉比武吗？啊？你是太闲了，还是觉得抽了一个签便能一路走运？大家都在全力以赴，而你在干什么？还在做这种无聊之事。师弟，我错怪你了。不，师姐说的没错。那个时候我确实整天浑浑噩噩的，没有方向，甚至一度陷入了草苗村被屠的阴影之中，差点被心魔所控制。若不是七脉会武的时候，师姐帮我打败了心魔，否则就没有现在的我。谢谢你，师姐。我也要谢谢你。你不仅在沙洞救了我一命，还帮我走出了儿时的阴影。那阴影伴随了我10几载，即使在师门学艺的时候，我也不忘记告诉自己要勤勉刻苦，因为
因为我怕再次被亲人所遗弃，那种痛苦让我未曾有过片刻的舒心与自在，让我感到世间最温暖和快乐的那一刻，便是在于都，你、我、叔叔、金鱼看河灯的那一晚。如今，我终于可以放下过去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。其实人生有很多的选择，或许小的时候不知道，可是长大了以后就明白，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人生在世，多少都会有一些选择和责任。你也一样，你也应该对师门有个责任。这件事情经历以后，跟我回去吧，给掌门一个交代。师姐放心，等事情结束之后，我一定会回师门谢罪的。我相信你自己的判断。等回去之后，我也会向掌门说明缘由，为你辩驳的。放下过去，果然舒服了很多。师弟，时辰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去找小环呢。真的可以放下吗？石血珠很久都没有感应了，与碧瑶的缘分真的断了吗？碧瑶，金陵清翠是邪物，一生总被痴情锁。碧瑶，一切也安排妥当，我们走吧。不行，我要去看看。碧瑶，你不是说青云门那几个弟子总是利用我伤害我？那我正好去会会他们。进去可以，但你必须听我的。凭什么？我是为你好，不想你再涉入险境。之前就是这样，你不听我的劝阻，一意孤行，执意涉险。若不是我出手相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的意思是我没有能力保护自己，就不要给你添麻烦了，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即便你不相信我，但是为了青龙，为了你爹，我也不想你受到任何伤害。好吧，你放心吧，没有你的同意，我是不会轻易动手的。行了吧？脚，
酒。石头，石头，醒醒！喂，醒醒！石头。 哎，怎么坐这儿了？曾叔叔他们呢？他们几个人去沙漠里了，探探周围的情况。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这果酒的味道跟我娘酿的一模一样，这里多半就是她的故乡。你娘也是小池镇的人。嗯，张兄弟，你我虽认识不久，但我看得出，你们青云弟子都是善良之人，所以，我也就不隐瞒了。 其实，我娘她并非是人，而是妖。我是人和妖的孩子。哎，你们会瞧不起我吗？众生平等，是人是妖又如何？对了，你刚才说你娘是这里人，那这么说，这里还有其他的妖？拐走小环的人法力高强，说不定就在这儿。师门有一个寻妖法术，我试一下。嗯。 还真的有妖。嗯，走。呀，三位这是要做什么呀？想喝酒的话，三娘给你们拿就是了，不要乱来啊。三娘，我们想进去看一看。 都怪我们不客气了。胡讲！我这客店打开门做生意的，哪里来的妖？我敬三位远来是客，可不要惹是生非啊！你既说没有，为何不敢让我们进去？这里是我家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进去。恩公，恩公，小七，张兄弟，你们认识啊？是啊。 你这小东西，净给我惹麻烦！三娘，小七到底犯了什么错？怎么会在你的酒窖里呢？别提了，前不久这臭小子途经小池镇，在我这店里大吃大喝的，连续住了1个多月，最后分文未给，连夜要逃，被我抓住以后，说是没钱耍赖，我只好把他关在酒窖里了，替我干活还债。陆姑娘。 你们这二话不说就进来乱闯乱撞的，是欺负我三娘一个人啊！三娘，对不起，是我们误会了。你们，人妖不分。你们放走了给我干活的，谁来还钱？
不能让李寻单独离开，因为李寻可以查知玄火剑的下落，找到玄火剑就可以找到小环。师姐，我不是在庇护妖，小七的道行很浅，她只不过是一个小狐狸而已。我知道，看那小狐狸也不像是作恶的。我只是在想，劫走玄火剑和小环的女贼，与那小七和你们口中的六尾，可有关系？这里是石头娘的故乡，小七是妖，六尾也可能在附近。假设那个女贼帮六尾去偷玄火剑，那么小环和玄火剑很可能被藏在小池镇的某个角落。没错，洛野在帮叔叔带路，去寻找小环的下落，有消息就会通知我们。而我在帮石头调查他母亲的事情，我正好可以以帮他寻母之名，排查整个小石镇。如果找到小环，那就好了。那我去找李寻吧，毕竟大家是同道中人，帮他找到玄火剑才是当务之急。哎，两位大婶儿，这画中女子你们认得吗？不认识，不认识？不认识。哎，几位大叔，你们认不认识一个会种蝴蝶花又懂得酿酒的女子？就像这画中所画。真没见过。好好想想，真的没见过吗？一点印象都没有。这就是你所谓的办法。这办法简单有效，特别好用。哎，你们再仔细看看，像这么漂亮的女子，你们镇上肯定不多见吧？这画上是她年轻的时候，现在大约30岁左右了。哎，看看，从来没见过。仔细瞧瞧嘛。说不认识就不认识嘛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？哎，你们是什么时候来小池镇的？不知道。是不是刚来，所以才一问三不知的？不知道。真麻烦。你们这儿有没有住久一点的人啊？你有病啊！喂，我还没说完呢。问出什么来？是啊。你们要是看不明白的话，就看看我，就是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漂亮女子。走了，不喝了。哎，烦不烦呐？没见过。真是的。哎，这天气真好。哎，大娘，你看看这画中女子，你认识吗？哎，你也看看。不认识。你再想想，眼下记不得也没关系。我有关系，你再啰嗦我就喊人了。不是，大娘别急，在下没有恶意的。您再多想想，像这么漂亮的女子，你们镇上肯定不多见吧？要是看画看不明白的话，你就看看我，就是一个跟我长得很像的一个漂亮女子，笑起来跟我很像。要不我给你笑一下？我喊人了。哎呀，我不是坏人，在下是金刚门弟子，是名门正派，绝对没有恶意的。您再多想想吧。啊，你想干嘛？我管你什么门！再这啰嗦就没门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走，您帮个忙，您看你也这么大年纪了，肯定见过我娘。要不我跟您说说关于我娘的故事，您就能想起来了。哎，有你这么求人的吗？大娘，老娘我才28，你才年纪大呢。哎，大娘，您听我解释。赶紧滚！哎，大娘，您听我解释啊！哎，解释什么你？误会！我打不死你！你别跑！你再让我看见你，我打不死你！气死我了！你别跑！哎，这个香味跟果酒里面的甜味是一样的。哪里来的小子，跑我院子里来干什么？大叔，我们2人刚好路过此地，被这花香所吸引，以为里边没有人，对不起。没有人？那我是什么？没礼貌的小子，快出去！大叔，我看您德高望重，一定在镇上住了很多年。我向您打听个人，这绣像上的女子，您认识吗？哎呀，我老眼昏花的，看不清楚。大叔，您仔细看一看吧。哎呀，走吧，啊，走。大叔，有话好好说，您别轰人啊。是啊，大叔，我们问完就走。我还有事情要做呢，
哪有时间陪你们聊天啊？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们就不走。什么？哦，以为我年纪大欺负我，是不是啊？都给我滚出去！我只是想打听个人而已啊！你，哎，打听个人而已啊！开门，开门呐！您开开门，开门，开门啊！欺负老人算什么？谁呀？小心，化肥有毒！我没事。碧昂，不要在我院子里打闹，乱七八糟的，烦死了！大叔，您终于肯出来了。您快告诉我，认不认识我娘？就是一个会酿酒、会种您院子里这蝴蝶花的女子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小子太固执了。那我就告诉你啊，我们镇上的女子啊，大多都会酿酒，也都会种蝴蝶花。不过你绣像上的这个人，模模糊糊的，我看不清，真的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我娘如果真是这镇上的人，应当会有人记得她的。哎呀，瞧我这脑子，她的名字叫阿玲。阿玲？哎呀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。你们两个尽快离开这儿，否则的话，我就把你们驱出小池镇。哼！哎，大叔，走吧。镇上的人不认识我们，肯定会有所防备。这么直接的问，也问不出什么结果。此地定有蹊跷。你看到老人家的神色，听到我娘的名字愣了一下，肯定是认识，只是不肯告诉我。老人家不肯说，一定有他的原因。这样吧，你再去周围问问其他的人，说不定他们可以告诉你。你不与我同去？我要去找一个人。找谁啊？你不是答应我不动手的吗？那有什么？我试探一下没什么关系。你这样鲁莽，若是被他们知道，发现我们来到了小池镇，定会加强戒备。到时候，要想再夺玄火剑，恐怕就难上加难了。少管东管西的，我自有分寸。你跟了我出来，我就得对你负责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给你爹和青龙添了多少麻烦？你难道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关心你的人吗？你是鬼王宗之女，我没有资格管你，更没有立场指责你。我只是想护你周全。现在怎么办？玄火剑一直没有下落，而且我觉得那个客栈一定有问题。关键是张小凡那个蠢货，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只要让他们与这镇上的人产生冲突，一方面通过他们来探知玄火剑的下落，另一方面让镇民对他们产生戒备，咱们就可以趁乱坐收渔利。只是你不能再鲁莽行事，打草惊蛇了。李师兄，陆师妹来找我，是为了你的好师弟。当务之急是找到小环跟玄火剑，我们一路同行，也互相有个照应。看来青云门里面只有陆师妹是唯一清醒的，但是你的好师弟张小凡一再的与魔教和妖怪为伍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难道你们青云门都是非不分，视若无睹吗？李师兄，不许议论我师门。好，好，好。
其实我是担心陆师妹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为什么你们一个两个都要听张小凡呢？他到底有什么能力？你看这问题。做贼心虚，或许玄火剑就在这个村子里。本以为这些年轻人会很快的离开，可没想到那个傻小子，老是跟乡亲们刨根问底的。照这样下去，迟早会发现我们的身份。我也觉得不对劲儿，原来是江姐的儿子。那石头一心想找到他娘，也是人之常情。我们狐族在此隐居已有数百年，一直无人找得到。那个叫落野的，不知道是什么来头，居然带着一帮修仙弟子，发现了隐藏至深的小池镇。唉，我早就告诫过你，啊，绝不能让他们发现这里。你还是疏忽了，露出了痕迹。要尽快的想办法把他们赶走。他们待在小池镇一日，便会祸患无穷，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危险。纵是千算万算，也没有算到张小凡等人居然没有被我误导，葬身马贼之手，而是追踪到了小池镇。还好，昨夜我已将藏在酒窖的周小环转移到了您这里，暂时不会被发觉。不能出现万一。这些修仙弟子个个身负法术，身手不凡。若是让他们发现了这里的秘密，那乡亲们性命就不保了。您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您再给我1天的时间。你晚上过来的时候，把那个姑娘给带走。记着，明天太阳落山之前，务必要解决掉那些修仙弟子，不能再耽搁了。三娘，三娘，既然三娘不在，咱们还是出去找。哎，我气了好吗？我没有在生你的气，我是在生自己的气，与你没有关系。我是要和你一起去拿玄火剑的，怎么跟我没关系啊？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堂堂一个万毒门的弟子，为什么这么处心积虑的为鬼王宗办事啊？别说你是为了青龙大哥，既然代表万毒门来与鬼王宗结盟，自然要拿出点诚意来。真的只是为了结盟？我从小便被父母所弃，被师门捡回来，又被我师父毒神当作药人喂养，时而万针穿心，
食物为俊杰而已。哼，算你眼光不错。我爹对效忠他的人，一向不会亏待。你爹那么疼你，凡事啊，你也要为你爹、为门派多考虑考虑。大家都在担心你，你怎么能一意孤行呢？我这人说话向来不识趣，不讨你的嫌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去办一件事情，你在这里等我片刻，很快就回来。哎呀，先前走了那么多天路，好不容易来了一个舒服的地方。昨天夜里又让我去住酒窖，今天又让我去老村长家。姐姐，咱们又是要去哪儿啊？你要干嘛呀？去给我大哥治伤。姐姐，我又不懂医术，去了也没用啊。咱们还是回去吧。这一路上，姐姐一直很喜欢你，但是对不起了，小花妹妹。啊，我不去，我。哎，洛爷，不行不行，不行，我太累了，咱们回去吧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你再坚持一下，前面啊有个黑石山，山里有个黑石洞，是这附近最可能藏人的地方。不是不是，就我现在这个状态，我就算到了藏人的地方，我也打不过人家。好了好了，咱们回去吧啊！走了，小环的司机。洛爷，你回去跟他们通报一声，我先去找他。又是你们这些刀枪不入的怪物！哎，小凡！哎，你别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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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站三娘，怎么是你啊？哎，小环！别再喝了，万一一会儿有了消息，你喝得醉醺醺的，岂不耽误了正事？等了这么久都没消息，今天啊多半是不会来了。你就让我喝吧。哎，这酒的味道真好，怎么喝都不会醉。
你还喝不醉？你看你都喝成什么样了？张兄弟，你不知道，只有喝酒的时候啊，我才能和我的爹娘一家人团聚。那时候，我爹是人，我娘是妖，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头，经常有各色降妖除魔的人来杀我们只好四处搬家，东躲西藏。现在想想，还是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幸福的。你娘是什么妖啊？狐妖。我娘特别喜欢种蝴蝶花，每逢搬家，房前屋后啊，她都会种满这种花。这味道，我一辈子也忘不掉。每次搬家都会种同样的花，难道只是因为喜欢？有一次我听他们说，种这种花其实是有用的，但那时我年纪还小，没仔细听，所以具体有什么用啊，我也不知道。莫非是用来掩盖妖气的？张兄弟，村民都赶过来了，我们快走吧。走了，走！别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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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说凶手另有其人，那你为何三更半夜到老村长家？我只是刚好路过，然后听到屋后有打斗的声音，所以就进来看看。凶手是男是女？多高个头？当时天太黑，我没有看清楚样貌，不过应该是个男的。哼，还青云弟子呢，连凶手的样貌都看不清。我看是有意隐瞒吧。三娘，不要咄咄逼人。张兄弟为了追捕凶手，已经受了伤，我先带他回去。有什么事，等为他疗完伤之后再说。张兄弟，不许走！别走！话不说明白，今天谁也别想走！对，你们趁机逃跑了怎么办？我们又没做亏心事，为啥要逃？大个子，我知道你，村长撵你们走的时候，你们就赖着不走。还有他，深更半夜到村长家去，你安的什么好心？也许你们的阴谋诡计被村长发现了，你们才杀人灭口。你别冤枉好人，张兄弟是名门正派弟子，不可能滥杀无辜。他若真是凶手，怎么可能受伤？没什么好解释的，今天谁都不许走。对，不能走。
站住我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滴落，看花开几朵，谈昨日怎么只剩轮廓，难断的情愫，某种的淡薄，一场梦，谁都无法触摸。我醉在尘世中，恍然若梦，睁开眼，时光交错，一份情着了火，一颗心着了魔，谁为谁失魂落魄？时光笔墨，难画你我，刘海不要太多，情开一朵，爱难临摹，用我一生陪你挥霍，收到恒星都坠落。一份情